啊，体贴到警察的辛苦，屏东理工分局是来成立着伙食团，5菜1汤，一个月15块，平均一顿才60块，要互员工食安心、食健康。中昼时啊，烧好好的饭菜，再去分局的餐厅拍开鼎挂。 有炊雪鱼、三杯鸡、卤猪耳啊，还有麻婆豆腐2项青菜，可以当啉一碗紫菜2汤。饭食完，还有粿翅通好食，安尼一顿平均才60，真正做会富的。哇，这样会不会觉得蛮丰盛的？还蛮丰盛的，蛮丰盛的哈。像外面吃大概多少钱？差不多80、90块。 大家坐做伙食饭，互相交流。这个所在就亲像伫咧家己厝内食到妈妈煮的菜。 你的食量很大，这个菜色不错，菜色不错哈。同仁都说赞。繁忙当中，也让同仁在用餐的时候可以互相来经验分享，你去向心力，这个是成立伙食团最大的用意。体谅警察平常时啊业务真济，无法度正常食饭。屏东理工分局为5月开始，会请人煮互因食，互同事会当食好饱、食好健康，照体力替人民服务。